大家好，歡迎嚟到粵語娛樂。63歲嘅惠英紅，一位喺娛樂圈耕耘咗數十年嘅資深女演員，近日經歷咗一場生死考驗。傳出佢喺拍攝一部新電影時，不慎從8層樓高度滑落，命懸一線。好彩，經過緊急救援同及時手術，佢成功挺過咗呢一關。呢一消息引發咗公眾嘅廣泛關注同熱議。惠英紅不慎從8層樓滑落，呢個消息一出，震驚咗娛樂圈同廣大粉絲。據悉，事發時佢正喺拍攝一部新電影，因為場景需要，佢需要喺一棟高樓外部進行高空作業。然而，拍攝過程中，因為一啲意外因素，佢失去咗平衡，從高空墮落。好彩，救援人員及時趕到，將佢緊急送到醫院接受治療。經過醫生全面檢查，發現佢嘅心臟受到咗一定程度嘅損傷，需要立即進行手術。喺醫生同護士嘅全力救治下，惠英紅成功挺過咗手術關，而家正喺康復中。惠英紅1960年出生喺中國香港，兄弟姐妹一共8人，祖籍喺山東諸城。惠英紅嘅血統原本挺高貴，佢係滿族嘅征黃旗格格，正統嘅慈禧太后後裔。祖輩原來係諸城嘅大戶人家，佢父親係名副其實嘅富二代。從出生起就一直過住飯來張口衣來伸手，想學走路都有傭人背嘅生活。母親從小就跟住佢父親一齊生活，長大後兩人順理成章結合到一齊。原本佢嘅童年都可以像父親咁，過住嗰種衣食無憂、清麗華貴嘅大小姐生活，但因為早年家中發生變故，父親領住全家人，帶住一箱一箱金條移居到咗香港。一家人搬到咗郊外一棟勉強能夠遮風避雨嘅破木屋之中。然而一次發生大火，木屋被燒毀咗大半個，姐姐因此失明。不久後一場颱風襲來，木屋徹底毀於一旦。此後一家人只能流落到一棟高樓嘅樓道裏生活，樓道旁邊有一家飯店，每日就吃飯店倒嘅剩菜剩飯充飢。真係應咗嗰句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恰恰喺呢個時候，惠英紅父親好容易放低自尊，揾到咗一份合適嘅工作，又喺工作中同人發生咗爭執，被打傷咗一隻耳朵同一隻眼睛。為咗俾父親治傷，迫於無奈，母親只能做主把俾惠英紅帶嘅4個子女送到咗戲班子學戲，換嚟嘅一啲錢也僅夠付醫藥費。家中人口雖然減少咗，但自詡係貴族出身嘅父親相遇後，自尊心受到咗強烈打擊，從此就再都唔去揾工作。惠英紅只能繼續過嗰種吃剩菜、撿爛菜葉子嘅生活，呢一過就係大半年。於是惠英紅母親就帶住3歲嘅佢同2歲嘅妹妹開始咗乞討生活。惠英紅13歲嗰年，除咗乞討之外，佢仲想咗一個聰明嘅方法賺錢，就係沿街買口香糖。買咗一段時間之後，惠英紅發現有個帥氣嘅混血水兵成日喺遠處靜靜地望住佢。等到天黑嘅時候，如果惠英紅嘅口香糖還買唔完，佢就會買晒所有剩下嘅口香糖，等佢早啲返屋企。呢種情況持續咗大半個月。有一天，水兵買晒佢嘅口香糖之後，問惠英紅：我愛你用粵語點講？惠英紅就一字一句地教咗佢。水兵學會之後，竟然對住惠英紅小聲地講咗一句我愛你。惠英紅即刻就臉紅咗。之後，水兵把佢身上所有嘅錢都給咗惠英紅，話佢第2天就要去越南打仗，唔知仲能唔能返嚟。就咁一段未曾開花嘅愛情，瞬間就凋零咗。對惠英紅嚟講，呢次係第一次有男人向佢表白，也係佢同呢個男人最後一次見面。惠英紅嗰時正值情竇初開嘅年紀，心裏有咗喜歡嘅人之後，
佢意識到自己唔可以一直咁乞討，為咗佢喜歡嘅水兵，佢要換一種活法。於是惠英紅就求佢當時喺夜總會跳舞嘅姐姐，話自己都想學跳舞。聰明伶俐嘅惠英紅雖然從小就冇接觸過舞蹈訓練，但佢喺夜總會僅用咗9個月時間就成為咗舞台上嘅佼佼者，甚至還被提拔為領舞，每個月都可以拿到1500元嘅工資。辛苦嘅付出終於有咗回報，幸運女神終於開始向佢招手咗。嗰時惠英紅看到招募廣告之後，就去報名面試咗，結果冇被李翰祥導演選上。但有一天，張徹導演好似鬼使神差咁走進咗惠英紅工作嘅舞廳，佢看到舞台上舞姿優美、知識可人嘅惠英紅，一眼就對佢產生咗極大嘅興趣，覺得佢係個做演員嘅好苗子，就讓佢去公司試鏡。果然，張徹導演嘅慧眼識人，惠英紅特別上鏡頭。張徹當即就邀請惠英紅加入張家班，並介紹佢簽約邵氏電影公司。惠英紅興奮咁把呢個好消息告訴咗佢嘅父母。就咁，惠英紅滿心歡喜地同邵氏簽咗約，認咗張徹導演為乾爹，開始咗佢嘅演藝生涯。佢向父母保證一定要成為大明星，賺好多好多錢，孝敬父母。最開始，惠英紅不是跑龍套，就係演路人甲，只要有角色就演，任勞任怨，從不抱怨。張徹導演對這個乾女兒也冇特別照顧，直到3年後，惠英紅嘅演藝生涯終於現出咗曙光。17歲嘅惠英紅有幸成為咗歷來飾演穆念慈中最年輕嘅一位。雖然演技略顯清潔，但佢嘅相貌中自帶咗一股凛然不可侵犯嘅氣概，同金庸原版中嘅穆念慈這一人物非常相像。電影上映之後，成為咗當年香港10大買座影片之一。惠英紅都憑住呢部戲正式出道，在香港影視圈揾到自己嘅一席之地。之後，佢引起咗劉家良嘅注意。劉家良呢位南派功夫洪家拳嘅係傳人，武術功底好深厚，拍過好多部功夫片。之後轉做武術指導，行嘅都係繼李小龍之後正宗國術真實武打路線，亦係香港從武術指導升做導演嘅第一人。自從惠英紅喺《射雕英雄傳》中嘅出色表現被劉家良睇到之後，佢就斷定惠英紅會係武打界嘅一棵好苗子，於是決定收佢做徒弟，好好培養一下，因此仲同張徹鬧翻咗。當時喺香港演員中打星大部分都係男性，女性好少。惠英紅見到劉家良之後，都想嘗試走走女打星呢條路試試，於是佢就拜劉家良做師傅，在佢嘅指導下，參與咗好多部功夫片嘅拍攝，香港初代女打星就咁誕生咗。小有名氣之後，佢都賺到咗一筆錢，隨後就用全部積蓄喺屋企買咗一套房子，結束咗家中多年嚟居無定所嘅生活，仲要承擔起照顧失明大姐嘅責任。嗰年佢剛剛19歲。1981年喺劉家良執導嘅動作電影《長輩》中，惠英紅擔任咗女主角。憑此片，惠英紅獲得咗第一屆香港金電影像獎最佳女主角，從此一炮而紅。領獎台上，惠英紅深情地講咗：我要多謝一個人，我嘅師父劉家良。雖然每日喺現場打10幾個小時，身上都係青一塊紫一塊嘅，但我無怨無悔。確實，惠英紅演嘅電影好過癮，全都係實打實嘅真打，唔似而家只係拍個 pose 或者用替身。有一次，一場戲要從4樓跳落去，好多演員都唔敢，惠英紅見到咗就硬頭皮跳咗落去，但係佢身形細又輕，落唔到指定位置嘅墊子上，結果咔嚓一聲摔倒咗喺地下，去咗醫院拍 X 光，2塊膝骨蓋直接摔斷咗。因為劇組拍戲時間緊張，冇時間打石膏，
就擦咗點止疼藥，直接抬返去繼續拍戲，無法站立，武術指導就抱起佢，讓佢用上半身打，腿就咁吊住。嗰些年他幾乎每日都會受傷，胳膊腿受傷算係好嘅，有時甚至連鼻子都會被打歪，只能用嘴呼吸。1989年，22歲嘅黃子揚喺銀河接力大賽中奪冠後，簽咗約無線電視台，同29歲嘅惠英紅成為咗同門師姐師弟。對於剛出道嘅新人，惠英紅總會熱心地指導一二。冇想到兩人因此結緣，開始咗一段姐弟戀。不久之後就爆出咗男方同陳寶蓮等其他3個女人嘅緋聞。惠英紅得知後向黃子揚求證，要佢解釋所有事，但係黃子揚始終不回應。失望之餘，他通過媒體宣布咗同黃子揚分手。惠英紅回想自己一路走嚟，無幸福嘅家庭，無快樂嘅童年，靠自己受傷打出嚟嘅事業，感情生活亦不順利。原本想拍套寫真留住靚麗，卻遭到咗眾人嘅嫌棄。越想越無助，越想越覺得生無可戀，整個人患上咗嚴重嘅抑鬱症。恍恍惚惚中，他仿佛又看到咗嗰個喺他落拍冇咗時買咗他全部口香糖後奔赴戰場嘅混血水兵。縱觀惠英紅跌宕起伏嘅人生，他幾乎嘗盡咗人間嘅酸甜苦辣。出身顯貴，童年悲慘，3歲開始乞討，13歲開始做工，經歷咗20歲嘅風華正茂，30歲嘅落魄流離，40歲嘅涅槃重生，50歲嘅重現輝煌，直到60歲仍然活躍喺舞台上，或許就係上天最好嘅安排。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我們下期再見。